接近我们的心，主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主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，一生讨你喜悦。主你已救赎我们，招聚我们为你征战。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，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顺服你旨意。主我们真实的悔改，会转到你面前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接近我们的心。主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。主我们真实的悔改，会转到你面前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接近我们的心。主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。主我们真实的悔改，会转到你面前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接近我们的心。主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。主我们真实的悔改，会转到你面前。赦免我们的罪，接近我们的心。主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，一生讨你喜悦。大家平安，让我们一起站起来，用我们的歌声赞美我们的神，一起拍手。国度属于你，
切全能，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，天地都要跪拜，因你奇妙生命。天堂门打开，死亡不在，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，没有人能阻挡，黎明充满能力，万王之王，全地都扬声歌唱，永恒的上帝 ，You are wonderful, You are wonderful，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。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，因为你奇妙生命，因为荣耀属于你。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。主啊，一切的权柄，一切的荣耀都是属于你，我们要全心的向你赞美。国度属于你，一切全能，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，天地都要跪拜，因你奇妙生命。天堂门打开，死亡不在，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，没有人能阻挡，黎明充满能力，万王之王，全地都扬声歌唱，永恒的上帝 ，You are wonderful, You are wonderful， 万王之王，全地都扬声歌唱，永恒的上帝 ，You are wonderful, You are wonderful，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。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，因为你奇妙生命，因为荣耀属于你。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，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。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，因为你奇妙生命，因为荣耀属于你。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只是需要单单的来依靠他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铺张云彩当遮盖，夜间是火光照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在各根之处使水流成河。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命令狂风止息，大波浪就平静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张开双手，我们就得饱足。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
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主啊，我们现在要来到你的面前，不管我们曾经犯下了什么过错，我们都要真心的悔改，把一切都交托给你。主，你已救赎我们，召集我们为你征战。主，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，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顺服你旨意。主，我们真实的悔改，会转到你面前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主，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，一生讨你喜悦。主，你已救赎我们，召集我们为你征战。主，你愿重新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，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顺服你旨意。主，我们真实的悔改会传到你面前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主，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。主，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主，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。主，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主，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。主，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主，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，一生讨你喜悦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常常被世俗的事物困住，
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你的道路，但我们心里知道，你一直在我们的身边，从不撇弃我们。作为你的子民，我们要尽心、诚实来侍奉你，不再离开你，活出得你喜悦的生命。孩子这样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依然站立，我们一起攻读新的诫命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请坐。好，接着报告，请大家翻开周报的内页。先看到教会消息，第一点，稍早在台语堂已经有举办了升级礼。那也感谢上帝，就是保守牧程，那还有另外一位纪云，在恩典中成长。那愿主继续赐给他们信心、智慧，走上帝所喜悦的道路。那第二点，下主日8月3号为父亲节感恩礼拜，礼拜中有个团契的献诗，那教会也有准备小礼物要送给每一位父亲，那请大家记得邀请父亲一起来下主日同礼拜。第三点，8月10号将举行本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，请要受洗或坚信礼设立会籍的弟兄姐妹向牧师报名。那也请所有主内的肢体来预备自己与主同席。在团契消息，第一点，今天上午9点45分，琴瑟团契由秀瑶老师主讲倾听就是爱的课程，那已经结束。那没有听到的，好像后面还会有机会。那再请大家留意琴瑟团契聚会的时间和内容。那第二点的话，就是8月9号礼拜六下午3点，妇女团契聚会。内容是由蔡问峰关怀师主讲心灵课程，欢迎大家邀请朋友一起参加。在肢体消息的部分，秦贤次弟兄的长子秦之谦于7月23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，享年53岁。那求主安慰秦贤次弟兄的心，那并为遗族来代祷。在教界消息，大道城教会于8月10号下午2点半举行社教150周年暨传道师张新慈封牧就任教育牧师受职感恩礼拜。那奉献的明细，请大家自行参考。接下来奉献，我们请司献的同工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时常不明白许多问题发生的理由，总想凭着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做解释。求你柔软我们的心，回转向你，好让我们能在生命的每个旅程都将你放在首位，将重担都交托在你手中，享受有你的同在与安慰。我们也要献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佑，求你悦纳。接着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
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2章20到25节。好，20节，撒母耳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你们虽然行了这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，不可偏离去随从那没有益处、不能救人的虚无的神明，因为他们是虚无的。耶和华必因他大名的缘故，不撇弃他的子民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。至于我如果停止为你们祷告，就得罪耶和华了。我绝不会这样做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但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，因你们要留意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。你们若不断作恶，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。”好，接下来请知梅牧师来证道，题目是重置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前几个礼拜有2位警消在新店广新桥下因公殉职的事件。我想这个他们因公殉职的事件呢，造成社会极大的关注。那有一些新闻报道呢，是说当时平时的警消可能训练不足。那训练不足的原因呢？好，这个报道就说了，训练不足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有一项最主要的原因，它是说经费短缺。因为经费短缺，就无法用最好的设备进行救援。经费短缺也会造成减少训练时数的减少。经费短缺还会造成人力上的短缺，就让现役的警消疲于奔命。那他们不但无法展现出应有的救援的效能，还可能会增加职灾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跟风险。其实历年来都有警消因公殉职的这样的情况发生，只是每一位警消的殉职，他都不是生命就这样子哇，好可惜哦，然后这样就结束了。如果只是这样子就结束了，那真的是很可惜。其实每一位警消的殉职，都是在用他们自己的生命，要终结下一次的悲剧来发生。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开创出另一个新的开始，不仅仅是对所有人民的示警，更是对警消体系是否能完善的一个每一场的震撼教育。问题就在于，身为公民的我们是否有看见自己应有的、应当尽的责任？明明在台风前、台风之后，都会有一些警戒区域，不管是山区、溪谷，或者是一些海边，什么疯狗浪啊等等之类的，有许多场域都被警戒，不能前往、不能进入。但是我们会看到，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要进去，就是要以身犯险。那身为警消体系的各级单位高层呢，他们在编列预算，他们在安排教育训练等等的这个时候，他们是不是有看见自己的责任跟使命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问题在哪里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。这个位置不在于我现在是在基层哪一阶层的主管，这个位置可能是一种不同的情况。比如说，当有朋友在纠团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即使我们会觉得不对劲，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不能酒驾呀，不能怎么样，可是有时候在一种氛围啊，就想喝个酒，想说等一下开车没问题的啦，那个酒测不会那么倒霉，碰到警察在那边临检之类的。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对劲，但是碍于面子、碍于情面，就勉为其难的答应。像这一次新店广新桥这个事件，如果他们朋友在纠立奖的这个过程，有人禁止他们，其中有一个人禁止、阻止他们去做这样事情，
可能这样子的遗憾就不会发生。还有最近，也不是最近啦，从上个月、这个月也快过去了，这个毕业季嘛，哈，毕业季就有新的一批的新鲜人要踏入职场、踏入社会。那么为了要好好的建立关系、建立人脉，有的时候或者是要力求表现，就为了要迎合某些主管的期待。虽然我们在入职的时候都有一些 SOP 啊，就是基本的教育训练，其实对新鲜人来讲，白纸是最好训练的，因为你跟他说什么，他就通通记下来。好，一般新鲜人都会照着 SOP 这样子做。可是有的时候，他为了不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很难搞，或者我要迎合某一些主管的胃口，那或者是呢，他想说啊，赶快下班啦。在很多事情上面呢，就在不该让步的地方，他就做了妥协，将标准作业流程放一边。这些都是造成职灾、造成公安的一个原因之一。今天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先知撒母耳的退休感言，因为他在这个时候，他年纪已经老迈了，他已经即将要退休了。那先知撒母耳一生的行事为人清洁正直啊，清洁正直，他从来不会因为自己被上帝重用，他就觉得心骄气傲。他对上帝的忠心，对于自己所当负的使命，始终是如一的。如今他一生的侍奉即将进入尾声，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呢，他都已经年纪这么老了，好，就已经觉得啊，我一生我对得起上帝了。当跑的道我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也守住了。好，可是呢，他却在这个时候碰到了一个非常又大又难的事，他要面对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折。就是以色列百姓不要上帝再继续治理他们。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实在是个很不懂事的信仰巨婴，每一次只要他们稍微尝到一点甜头，尝到一些好处，就会忘记自己的身份跟使命。他们对过去上帝所使用的那些方式，上帝使用摩西带他们出埃及，使用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地，然后呢又差派士师去帮他们，把他们从外邦的压迫当中拯救出来。他们对于上帝过去所做的这一套方式，他们觉得有点失去耐性，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可能要祷告，他们可能要等候嘛，等候，就像他们在过去他们的父执辈在旷野云柱火柱，就是要等啊等啊等啊，他们很想走，但是上帝时间还没到就不能走。他们对上帝的一切失去耐性，他们想要什么呢？他们想要像列邦各国那样子，有一位虎虎生风的君王，来证明自己是值得各国尊敬的对手。他们想要有一支训练有素、军容壮大的军队，来证明自己的民族、国家是不容侵犯的。他们要求先知撒母耳立一个王治理他们，意思是他们在未来，应该说他们在现在到未来，他们想仰望、想敬拜的不再是上帝，而是那一位王。最终上帝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就立扫罗为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。但只要是人啊，只要是人，就会有人的限制，有人的软弱，他会有自己的喜好，会有自己的情绪，他会有自己内心深处那个隐藏不为人知的骄傲或者是自卑。特别是对一个不太信靠上帝，只想展现自己实力的人，对这样子的人来说，他没有办法单单靠着上帝的呼召，就勇敢有自信的站在人前。他觉得啊，上帝就这样叫我吗？我算什么？他需要更多的业绩跟更多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扫罗就是这样子一个存在。扫罗就是没有办法单单靠着上帝的呼召就勇敢站在人前。他觉得自己一生到现在，他还很年轻啊，但他觉得他一生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成就，拿不出什么好的东西可以展现给人家看。但是圣经形容扫罗是个怎样的人呢？圣经形容扫罗他是健壮、高大、英俊。你们如果有在追剧的，有在追星的，好像什么韩团啊，还是什么的啊，那些人一站出来都是怎样？小雨怎么样？
英俊高大潇洒，好，一站出来就唰，吸引众人的目光啊！哇，看到那眼睛都这样子，目不转睛这样子。圣经形容扫罗是这样子的人哦，而且还说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。哇，真的是这个心追不追？追，点头，我们子爱可能也会追啦，点头点头这样。但是扫罗他的自我认同却不是建立在上帝的拣选，扫罗的自我认同是建立在他人的眼光啊。所以其实你们追星的要留意哦，他的眼光，那个明星啊，他的自信不应该是那个点阅率嘛？那个什么，你们现在都讲什么点阅率？那个，对嘛？好，那个，好哇！我看我的点阅率这么高，看我是1姐、2姐，好，或1哥、2哥这样子。扫罗的自我认同不是建立在上帝的呼召跟拣选，而是建立在人的眼光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如果有跟着看这个礼拜一直在看读经进度，新眼光的读经进度，我们就知道，当上帝差派撒母耳膏抹扫罗成为以色列第一位君王，然后又将新的心、新的灵赐给他之后，扫罗选择什么？扫罗做了什么事？他的选择是，他将他受拣选、受膏抹这件事情隐藏起来，不敢跟别人讲。在扫罗被膏抹之后，他没有很认真的预备自己，也没有很认真的装备自己，他选择躲藏，他选择沉默。为什么呢？或许他觉得他不配，他觉得他无法面对他内心里那个外强中干的那一种自卑感。虽然外貌非常的出众，但是骨子里是乏善可陈啊。又或者他还不知道该如何掩饰他内心的那个想要被人看见的骄傲。台语有句话说 "gay 森啊"，你们知道的有听过吗 ？"gay 森啊"，咬贵 "gay 森"，就是明明很饿，还说啊没关系，不用，我不饿，好你们吃就好。其实已经饿得要死，又好想吃，好。又或者扫罗他本身胸无大志，他不想把生活搞得弄得那么复杂，那么麻烦。我们要知道，在旧约时代，一个君王他所展现出来的样貌，往往可以代表一整个信仰群体的状态。或许大家会很疑惑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惑。昨天子爱啊，好，牧师在睡觉的时候，子爱就跑来跟我撒娇啊，哈，然后他一边撒娇，他很喜欢跟牧师讨抱讨拍这样子，好，然后他就跑来撒娇的时候，他就说。妈妈，为什么上帝要拣选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啊？哈，我就跟他讲说，这个我刚好明天会讲到，所以呢就卖个关子，没有跟他说。我说你明天不要打瞌睡，好好的听讲道，妈妈就会把答案告诉你这样子。大家在读这段经文，在读这个经文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人也有这样的疑惑？为什么？上帝要拣选扫罗这样的一个人，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上帝果然真的是，他果然是鉴察人心的上帝。扫罗这个人，我们刚才有讲到嘛，他怎么样？他可能觉得他不配，他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成就给大家看，他很自卑。但是呢，他又有一点骄傲。因为我们在继续看读经进度的时候，其实发现扫罗这个人他是很骄傲的一个人。扫罗是这个样子，扫罗这个人正好符合了以色列当时这个信仰群体的信仰状态啊。他们对于上帝，他们过去对于上帝的治理，他们不太有自信，他们很想像别的国家一样有一个王，有一个军队。他们对自己的民族好像有点自卑，觉得自己好像常常被外族侵犯啊，然后是好像被人家瞧不起，但是自己又很想展现一些实力给人家看。你们这样子，不要把我看扁了，还怎么样？所以扫罗跟以色列这两造之间，就像一面镜子在对照啊。
扫罗这个王跟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之间，就像一面镜子在对照。上帝要他们借着彼此能看清楚自己的信仰状态。上帝不是要羞辱他们，而是要给他们机会做调整。就好像上帝就借着先知撒母耳对他们说，今天的经文就是20节到22节。撒母耳对百姓说：不要惧怕，你们虽然行了这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，不可偏离去随从那没有益处、不能救人的虚无的神明，因为他们是虚无的。耶和华必因他大名的缘故，不撇弃他的子民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。撒母耳一开始就对百姓说：不要怕。这些百姓是在怕什么呢？不觉得这些人他们的心很奇妙吗？人的软弱就在于逃避现实，逃避自己内心的胆怯，不想承认自己实在需要上帝，以至于我们总是在硬撑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硬撑的那种经验。比如说我们在求学的时代，求学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们擅长的科目跟不擅长的科目。当我们碰到不擅长科目的时候是怎么样？硬撑啊！我对背科很不行，死背、硬背、硬记。好，我对理科不行，问这个老师讲的我怎么也听不懂。问那个同学讲的我怎么也无法理解，我就是无法理解，但是硬撑啊！不及格要补考，补考要过啊，等等之类的。我们常常在自己求学的路上在硬撑。我们即便到了职场打拼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在硬撑。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非常的熟悉，很有驾轻就熟。可是对于人际关系这个部分，或许有些人就不是那么喜欢处理人际关系这一块。好，最近有人常常讲说 I 人啊，还是 E 人啊？好，如果 I 人呢，可能在人际关系上他会觉得不好说啊。E 人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会比较大爆发这样子，等等之类的。我们可能都会在我们的不擅长的领域，我们的硬撑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可能会感到失望，但是又觉得自己不该只是这样而已。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再浮再沉，有的时候好像还不错，但是好像很快的我们就对自己又失去了信心。然后我们日子还是得过嘛，我们还是想靠着自己的双手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，但有的时候又觉得好像快要撑不下去。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，却又无法挂保证的这种焦虑感啊，在扫罗的身上，在以色列的百姓中展露无遗。以色列百姓并不是不认识上帝耶，他们一路从他们的父辈、祖先一路过来，他们是认识上帝的，但是他们又想，看别人好像都比较好，又想跟别的国家一样，有一位君王，然后就模糊了他们所当敬拜仰望的焦点。现在他们突然对自己要求上帝立一位王的这件事情，忽然感到莫名的焦虑。上帝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惩罚他们？这个扫罗靠得住吗？这个扫罗靠得住吗？这个扫罗能替他们挡下上帝的愤怒吗？我们知道过去在旷野的时候，摩西替以色列百姓挡下了上帝的愤怒，撒母耳在某一个程度上也为他们其实也挡下了上帝的愤怒。但是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突然那个焦虑感就跑出来了，头都洗下去了，怎么办？撒母耳这时候对百姓说：你们虽然行了这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。意思是，你们虽然在一时之间恼悟，不晓得脑袋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呢，你们就厌弃了上帝，另外要求了一位君王。上帝也确实按着你们的心意，按着你们所求所想的这样回应你们。你们虽然行了这恶事，但是只要你们愿意从现在开始好好跟随上帝，不要再想那些有啊没有的。
只要你们从现在开始，将你们的目光从人的身上移到上帝的身上。只要你们从现在开始尽心尽性尽力，跟你们的君王扫罗一起爱主你们的上帝，上帝就不会撇下你们，并且仍然会爱你们到底。弟兄姐妹，上帝会以他的爱爱我们到底。在他的爱里，我们没有惧怕；在他的爱里，没有恐惧。我们千万不要自卑，觉得自己技不如人，然后在人面前硬撑，好像觉得自己拿不出手什么东西。哇，上帝叫我做这个，我凭什么啊？我这个人，哎呦，找个洞钻进去算了。要知道，上帝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他按着他所造的，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，按着我们的本相喜悦我们。再者，我们完全不需要刻意，好像展现自己的恩赐、才能与成就。哇，好像这些我们所展现的这些成就、这些才能，好像都是我自己，我靠我自己有的，好像都不是上帝给我的。如果我们因为世人的称赞，为了那一些很虚浮的那些名，好，那一些很被人家很捧在手心上的那种，而偏离了上帝，那我们所有的恩赐，我们所有的才能跟成就，终将都会是一场空。一个广新桥事件翻出了许多人为体制上的危机，一个以色列要求立君王的这个事件，也翻出了一个信仰群体他失去焦点的危机。但先知撒母耳说，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， 撒母耳在这个时候他说：至于我如果停止为你们祷告，就得罪耶和华了。我绝对不会这样做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但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。因你们要留意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。你们若不断作恶，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。我们若不断作恶，我们若不断拥戴我们心里的这个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心里的王是谁？先知撒母耳说：你们若不断作恶，你们和你们的王一定一起灭亡啊。我们的心里的王会是谁呢？我们是否会过于尊重孩子，过于尊重上帝？孩子不参加聚会没关系，孩子不参加主日礼拜，或者是不参加主日学没关系啊，睡饱就好了，睡饱吃饱，衣服穿得好，还有押韵哈，那个。只要睡饱吃饱，然后呢，把书读得好，其他的来不来聚会，来不来教会不重要啦。再来，我们是否会尊重配偶，过于尊重上帝？为了讨好另一半，即使明知道上帝不喜悦，也随从附和。当然，牧师绝对不是要你们去跟另一半起争执。很多时候，牧师知道你们有你们的难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处境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跟另一半意见不合的时候，或许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这边我的想法才是上帝所喜悦的。牧师不是要你马上去跟他吵架，去跟他翻脸，去跟他争个面红耳赤，不是的，而是你要，或许你在那个当下，你为了和谐，你妥协了，但是你要把这件事情看为重要，你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祷告，求主给你智慧，怎么样化解，将夫妻两个人的共识，可能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感动可能也是错的，求主赐下智慧，赐下怜悯，让夫妻本是一体的夫妻有一个共识，或许一开始是这个。或许这个不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但是经过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不要放弃，我们慢慢的把这个方向慢慢的移到上帝所喜悦的方向，这是我们要去努力的，而不是这样子就这样，好吧，算了，他高兴就好了，不要再那个了，
好，上帝不喜悦吗？那就这样吧。好，反正我眼前看得到了这个另一半比较重要。好，因为他会马上跟我 argue。可是上帝看不到啊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就翻篇了，没关系，这样。好，刚刚讲到孩子、配偶，那我们是否又执着于自己的规划跟安排，更胜于上帝的主权？昨天才刚过的投票日，罢免这个浪潮，牧师不知道你在昨天晚上开票之后的心情是开心的那一方，还是要去撞墙的那一方？牧师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边的。但是呢，在这里，上帝透过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所当仰望、所当敬拜的，不管你是属于表面上胜利的，还是表面上失败的，我们所当仰望的都是我们的上帝。我们心里的王是我们的上帝啊，不是哪一个政党，也不是赢的还是输的，不是。不要好像搞得好像我们骄傲到这些成就都是我们的，或者失败到我们完全没有盼望。那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王在哪里呢？我们的王在哪里呢？上帝所喜悦的道路，在孩子、在配偶、在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一些规划面前，是否会变得无足轻重呢？我们心里的王到底是谁？我们所追求的是令人称羡的那个表现力，还是内在信仰的坚定？扫罗就是缺这个嘛。他高大好看英俊，走路哇，那个每一个人看着都眼睛过目不忘，或者是目不转睛这样。但是他因为他就是里面他空空的啊，他对属灵的事情一点都不 care， 一点都不在意。那我们所仰赖的是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还是上帝的帮助？我们所看重的是我们自己看为重要的，还是上帝看为好的？如果现在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不是上帝，而是另外一位王；如果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上帝的喜悦，而是另外一位王的喜悦；如果我们在这之前忽略了上帝的心意，没有关系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没有关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可以调整，我们可以改变，我们可以学习。只要我们愿意，一切都可以重置，一切都可以 reset， 都可以重置。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扫罗，他就是没有抓住任何可以让他重置的机会。在这几天的读经进度里面，我们看到扫罗他所倚靠的，一直都是自己身为王的那个骄傲。他所仰赖都是他自己的成就，以至于他一错再错。在上帝的设立，在上帝的护佑，在上帝的全方位、全知全能的安排里面，他始终给我们有重置的机会。每次我们参加礼拜，我们参加团契，我们在上帝的话里面，我们会得到提醒。每一次的提醒跟感动，都是我们重置的机会。这些机会是怜悯，是恩典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。在信仰群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要有撒母耳的心志。我们都应当要有撒母耳的心志。我们要留意自己，好，就是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一切，我们要留意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怎么样调整自己。我们心里的王永远是上帝，不要把心里的王位给了别人，或者是某一些事件。我们要留意自己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看重的是什么，也要在团契交通的过程当中彼此提醒，互相劝勉，彼此带导。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昨天晚上就是我们讲说礼拜每个主日之前，如果有人揪你去热炒喝酒，你去不去？假如那只是晚餐时间，或许还好啦。如果都已经超过9点了，好，吃个宵夜，我们来唱个卡拉 OK 刷拖，哇，很挣扎，对不对？
有的人可能觉得啊，没关系啦，我今天晚上再怎么晚再怎么喝我明天还是会起来，准时起来，很有精神的来做礼拜。这个真的就很难去那个咯。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平常，我们就能够彼此提醒、彼此带导，而不是为了迎合谁的喜好，更不是随波逐流。我们要去小心就是23节嘛。至于我撒母耳说，我如果停止为你们祷告，就得罪耶和华了。今天我们要有撒母耳这样的心智，如果我们该提醒的没有提醒，我们该为谁祷告，我们没有为谁祷告，那我们也虽然我们不是做的那个人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尽到我们自己身为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呢。我们也没有尽到自己该尽的责任。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就一定忠心。广新桥事件，那些戏水的，那些去立讲的，他们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，你不该去你还去。警消体系他们在专业训练、装备资源上可能也没有做到位。以色列百姓没有尽到自己身为上帝儿女的身份。扫罗呢，他没有在自己的呼召与使命当中好好建立自己与上帝的关系，没有谨慎查验上帝的心意。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要在每一个事件当中汲取教训？我们在每一天我们的日常，我们真的要睁眼看上帝的作为，侧耳听上帝的声音，用心去感受上帝对我们的喊话。我们不要像扫罗，也不要像以色列百姓那样，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到，用心感受也感受错的。我们为了避免我们看没有看到，听没有听到，感受错了，我们就必须呢，要在平常要扎实的读经祷告我们不能偏离真理，只要有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定锚定准了，我们就一定会尽自己的本分，也不会偏离自己的呼召跟使命，以至于当我们遇到了又大又难的事，我们所做的决定跟选择都一定是不会偏离上帝的法则。只要我们的心不偏离上帝，我们就能放胆无惧的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，跟他求怜悯求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如果我们过去已经将许多的王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把上帝已经挪到旁边去，今天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求主赦免我们，求主更新我们，让我们心里的王位始终是保留给我们的主耶稣。主，你已救赎我们，召聚我们，为你征战。主，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，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顺服你旨意。主，我们真实的悔改，会转到你面前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主，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，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，一生讨你喜悦。主，你已救赎我们，召聚我们，为你征战。主，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，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。
从今天起，我们要顺服你旨意，主，我们真实的悔改，会转到你面前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，主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，一生讨你喜悦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过去，或者是在刚才，在今天这个当下，你们的王，我们心里的王有另外一个王，而不是上帝，那么牧师呼吁你们，我们要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，我们要将那个王交给上帝，我们要将那个王交出来，我们不要再让这个我们心里的宝座，让那个王坐在我们心里的宝座，而是让上帝，让我们的主耶稣坐在我们心里的宝座，坐在我们心中生命当中的王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主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将其他的人事物当作我们心里的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主的赦免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赞美你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子可以在你面前求赦免、求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过去，我们把许许多多的人当作我们心里的王，我们不敢得罪他，我们不敢违逆他。但是主，我们要在你这里向你承认，主，你才是我们生命的王。主啊，我们要为着我们的。常常为了某一件事情，我们把它看得太过于重要，重要到我们无法放下，重要到我们无法交托，以至于我们的心里的王始终是那个事件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求你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重新回转，用一个新的心、新的灵，重新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感谢你救赎我们，招聚我们，在你的面前得怜悯、得恩典。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诗歌。主，你已救赎我们，招聚我们，我们要继续为你来征战。主，你已救赎我们，招聚我们，为你征战。主，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。主，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，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。主，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主，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，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。主，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主，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，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，一生讨你喜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感谢你接纳我们，接纳我们的认罪，接纳我们的悔改。感谢你重新赐下你的恩典，赐下你的怜悯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在主你的爱里重新被塑造，为你而活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怜悯，圣灵的扶持、帮助与感动，让你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永永远远都邀请我们的主做王，在我们的心中做王掌权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来唱最后一首《我们家》。
翅膀，下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自由。大声说，大步走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Man God，做会感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，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哈利路亚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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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Whoa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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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Whoa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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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Whoa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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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大声说，嘿，大步走，嘿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Man God，嘿，做会感，嘿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，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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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2堂礼拜到这里结束，大家可以彼此交谊。